免不得，叫咩波客栈，恁客栈，phía bên ngoài hàng,อยู่ไม่ได้都走恁客栈phía bên ngoài，边外是客栈，卖海盗，卖海盗，卖海盗，电子档。电子档，左痛，国际，快，等。等床垫，等床垫，床垫，卖海盗，电子档，左痛，口罩，快，等床垫。卖海盗，电子档，点灯，刺就是烧的意思。以前点的灯就说这个油灯就是这刺，点灯就是那个不信的灯，它是有火苗的，所以叫刺。电子档左痛，就是拿桶裹着，拿桶扣着。就是把灯放在桶里面，再反过来扣着。翻货，等就是方言，等就是放的意思。等床垫，有谁把灯点的放在床底或者放在桶里扣着了？卖海盗，电子档左痛，裹着翻，等床垫。要煮酒，像一只风筝，飘落遥远的泰国地。兄弟天涯两分离，何时才能再相聚？啦啦啦啦啦啦，要祝兄弟在何方？家乡亲人在盼望。